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，昨是连假头一日，各地拢有出现当天伫咧金门、厦门小三通的游客，一日就有5300多人，创下过年后的旅游高峰。另外，伫咧本岛交通的部分，高公局表示，如果今仔中昼过，各道就开始出现上北的车顶，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就要注意路况。人排甲看无袂溜，等候区全是人，金门、厦门之间的小潭通游客，从通关码头去到十通通。趁228连假要去大陆玩的吗？对啊，离职了。日办年假第一日，金门小潭通的海运数分客船棒棒客满。根据金门县统计显示，第一日透过小潭通来往金门、厦门的旅客都5300多人，准票是真歹买，也有超过400旅客咧等待候补，也创下春节过后新一波的数分高峰。逢假日的话，我们基本很多乡亲都会跑过去那边玩啊，而且大陆那边的人他也会过来金门买东西。还有一些在跑那个什么买卖呢。年假第二日中昼过后，上北车潮对道出现。看到国一北向的苗栗到湖口、关西到大溪，在下午傍晚3点过后到晚上的8、9点，就会有一些北返的车流出现。至于国道5号的话呢，从宜兰北返的车流预计从中午的11点开始，就会有大量的车流出现，可能会到深夜以后才会得到疏解。高公局表示，车衣包含河口到竹北、国沙土城到树林、英国系统到大溪、中部竹山到草屯等等，按算11点开始就会出现上北车潮。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啊，伫中昼过后可能会塌较真厉害，提醒用路人爱注意相关的管制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